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收看10月初5公视台台 AM 新闻，我是郭碧君，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因为丰台北海岸地区淹水，金山半江河水量就超过500毫米，淹水灾情也致死一对翁仔某死亡。台东小米站阿摆的中毒案件，佫增加一个死亡，是对于昏迷的姊妹啊，这大姐状况无乐观，家属决定放弃治疗。中国解禁了后，头一批中国旅游团今仔日到金门观光，新冠有100个人左右。咱就会话讲，会看状况决定所落来的审核标准。咱来继续欢迎关心丰台过后的灾情。昨北海岸地区落超大水雨，包括金山、万里、淡水拢有淹水的灾情。金山地区半江河水量就超过500毫米。金山老街、阳金公路也拢淹落个满啊水。那这摆的淹水灾情也致死一对翁仔某失去性命。前一日严重淹水的金山老街甲传统市场水已经退去，路面也留有落寡梅。不少居民透早就赶紧摒扫要开互家园。早起新北市长侯友宜视察，有民众当面反映淹水淹甲要直要转去。千年老妖啦，都断了啦！我囝足可怜的，无用到3、4点的。市长甲居民握手当面关心，也毋过比起慰问，市场内的粉仔是甘愿赶紧送水来，那么根本就无法度摒扫。无水是要哪洗啊？你进去把水的状况哦。没水啊！居民安怎也料想袂到一道大雨，会当互市场短时间水深淹到要腰的。其实金山区前一天12点钟，到了227毫米的雨量。居民讲，下昼2点前完全风平浪静，2点过了后，大雨一直拼，120分钟，水真紧就淹起来，完全袂负应变。3个中台还佫2点外还佫好天呢。所以汹涌来的。嘿啊！还佫伫遐开讲的，你就讲水淹起来，你也唔知讲开玩笑。实际来看，真像啊水管那个水涨得很快啊。居民讲，当下根本就唔知发生什么代志，有人真希望开始淹水时有人通知。不管来得及来不及，你要做的程序应该要做出来。市长侯友宜也证实，拜五有一对翁仔某外出失联，拜六证实已经死亡。7点钟的时候找到的时候，因为他在潭子内受到溪水暴涨，然后外出不幸被冲走。那我们找到的时候已经欧卡了，失去了生命。丰台外围环流为家人北汉花带来惊人雨势，甲严重的灾害。新北市宣布拜六金山、万里3支石门4区停止上班上课，也毋过独欠淡水区。对此，市长侯友宜只回应全力救灾，尽速恢复市容。记者综合报道。这摆北海岸地区的大水河，3支地区的灾损也是真严重。伫咧北连溪附近的坐徛街拄着土石流，这边是呼吁市府赶紧协助清理。因若伫咧地势较悬的知名美术馆，馆区也有淹水的灾情，目前正咧过点损失状况。新北市文化局也紧急调派这个抽水车协助馆方清积水。透过民众翕到画面，会当感受到迄当时北连溪溪水涨起来威力。溪中亮灯啊，互错楼的溪水完全包围，来到北hen里的民家厝，四界拢有土石流侵蚀的痕迹。有居民的规个厝埕会当讲互土石吞没，迄当时完全唔知要安怎。现在地边，我迄囡仔昨昏无转来，无代志，若有代志，你市长有法度负责无？这一间厝内是全部毁了，客厅互土石流侵入，第厝主的脚步来到后顶，大水也咧继续往山骹下落去。厝主无奈表示，后壁排水沟设计伤细，遮尔惊人的雨量根本就消袂赴，灾害才会遮尔严重。我前2天雨小一点，我两晚都没睡，一直在清。排管要加大，不然每次水大就会有灾难。正请问到的代志，这是公共危险的代志。住伫山边有危险，伫山顶的知名美术馆因为水流汇集，造成馆区大淹水。实地来到馆区，会当看到地下室积水，无法度家己排出。因为受灾严重，官方公告拜六停馆2日，现场会当看到抽水机一直在运作。新北市文化局紧急协助调度抢救，各告场关心。我们也紧急协调区公所，利用大型机具、抽水机具的部分来协助他们排除淹水的一个状况。确实，灾损也有待清查。文化局表示，接落来会协助清消。
超大大水雨也予山区真侪道路予山崩阻断，拜六雨势减缓，怪树入场进行刷除。原本出现严重崩落的管道1.17公里左右，拜六下昼也完成部分路面疏通，目前会当单线双向通车。记者综合报道。因为风台发生在前个有基隆市，亲像伫咧中正区的一个社区，附近山坡地崩山地势土石流冲入去社区，佮污染水塔。伫咧新丰街一个社区也因为山坡地崩落，车路交通是受影响。基隆市长谢国良今日到现场勘灾，讲上近礼拜通恢复通行。你怎么关掉出来？真侪土石冲入去厝内底走卡，厝户看了真无奈。这摆风台和基隆中正区的碧沙山水社区真侪重灾区。走下来到中间，行到外口，土石规片拢崩落来，土石流沿这山壁冲下来到徛街，毋拿地下室，拢是烂土煤，水塔也被污染，根本无法度使用。基隆市府赶紧提供饮用水，也协调水车来支援。我们住户大家都非常担心，这个后面的石头还有树，随时都有可能倒塌的问题。真的很痛苦，也没有地方洗澡，晚上还要再赶到北都去洗澡。对民众关心这土石流问题，基隆市长谢国良讲，先把烂土清掉，后续来做动土壁时间，加强水土保持。地板拢是土料，水电业者趁车误，天气较好，赶紧来摒扫复原。路边拢是浸水的器材。基隆信义区的东明路，一摆风台也淹水淹甲真惨，造成你的家私拢淹歹去啊，损失至少上万块。应该几十万跑不掉。有发生过像这次这么严重？没有呢，没有那么严重过。另外，基隆的外面路和土石砍掉咧，车也无得过，心就路单，地基漏了，现场的封锁线先围起来。另外，新丰街的海中天社区头前的山壁测试土石规片崩落来，影响路段有100公尺，当地交通断去，车辆也无得过。有真侪台机车和土石流砍掉咧，工班赶紧清路，要拼上紧，找6礼拜暗头啊，双向通车。对挡土的部分，先做一个简单的防护。那因为样会比较大一点，所以有一些东西可以要从外县市去调过来。基隆各地有未少的灾情，新竹桃园拢出动，人力甲机械赶紧来救援。因为基隆信义区这所在发生淹水灾情，却是无停止上班上课，引发民怨。也让基隆、新北、台北、桃园停班停课标准，互人疑问。因为以前这种局部降雨，大家已经在金山这边也都看到了。这个局部降雨如果非常强，那确实局部的一些区域要如何的来脱钩，这一点未来我们会深入来研究。对着风台灾情造成民众损害，有真侪汽机车和土石淹砍掉，验过计期无纳入灾害损失。谢国良讲，参考高雄案例了后，下礼拜一初7会对我说明损失补助申请详细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屏东潮州一片工地再是熊熊大面积落空，大约有3公尺这么深。政府赶紧要求建商停工，灌浆稳定地基。因为这摆风台，屏东的爆发损害地势农损，行政院长杜英台看在要求赶紧修复爆发，处理农损的标准也要放灵。车条伫落入去的坑内底，赶紧动用机械扫走，其实发现落入去范围愈来愈大，有3公尺深，跨度也使互规台车规拢落落去。这礼拜3就一直在反映，就道路已经有裂缝，那到现都没有人理这样子。民众讲，北家建商反映讲路边有壁船，拢无人要插。相关所在伫车里也出现过一坑，无像即摆落入去的面积遮大，变做一坑一大坑。若要复工，你连续必一定势必爱先做，你无法度啊。本府于10月2号已立即要求停工，并立即施作安全维护措施，在未确保安全无虞之前，不予复工。事发的所在伫潮州镇延平路附近，官府下令业者停工，也要求赶紧灌浆，甲地基板调咧，落入去原因也调查。若调酒路边落入去，即摆风台带来强影，由屏东枋寮乡大村村下寮这海岸的爆发，受到损害，行政院长杜英台也来看灾。对台湾无烟恨为台湾80%都从屏东上来哈，所以我们虽然这边我们做了万足的准备，但是基础的建设不够，韧性的建设不够。明年的预算明年处理，我们今年还是有移缓积极先来做，那么明年大概4月就把它完工起来。
中央要求原定明年8月完工的海华爆发部分赶定明年大水来进行完成。农村救助部分是要求相关单位尽快简化来认定，并且呼吁农民经由软体来翕这个产区内底损害相片真多，损害证明物件应免除勘查停书。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小米站阿摆中毒案件，佫增加一个死亡，有一对姓杨的姊妹啊，一直拢咧分别状况。因为大姊的状况一直无乐观，昨家属决定陪讲，接回去厝内。因那小妹伫咧住院当中，这件阿摆的中毒案件，累积4个人死亡。9月18日，台东南汇地区12个民众可能因为食内底掺农药吐腹伤的阿摆，致使3个人死亡，6个人住院。部分患者陆续出院，剩这对59岁加53岁的姊妹啊，因为当头分别插管治疗。台东马街病院今仔日讲，59岁大姊为18开始分别，这个状况一直拢无变好。落尾厝内人决定陪讲，带回去厝内，目前等待检警小检。因那53岁小妹目前也是分别，病院表示因为状况相对稳定，正在治疗当中。中国解禁了后的头一批中国旅游团今仔日到金门观光，成员有100个人左右，年岁拢较少年，有袂少是亲子旅游团。陆委会表示，虽然当咧中国的年假期间，但是因为风台影响几落天，所以旅客并无讲真济。所以来审核的标准甲方式会看人数济少，来决定敢有需要调整。你来这边玩，开不开心？开心开心。有的拖行李，有的带规家伙仔，游客陆续落船。过5年，中国厦门游客团初5早起坐8点半小3通新武机客轮到金门。团客甲自由行游客有116人，也互水头的通关大楼留了起来。对下当重返金门旅游旅客拢真欢喜。他第一次，我不是。终于可以来了，有没有很开心？有，所以你看，马上就带来了。骑了1岁半都不到呢。放假传音那这几天哦，对哈，11长假哈。对，第一次来金门。97位的团体客人，然后另外还有19位的自由行，透过申请都入境。那我们县府当然是很希望说，这样的旅客能够持续，然后对金门的各行各业都能够带来一些经济上的一些活水。这摆中国游客团年龄层偏少年，其中袂少是亲子旅游，这也是伫顶次采索团，甲团体游了后头一批迎来大量中国游客到金门旅游。旅游业者虽然陆界两岸观光渐渐恢复交流，不过也无奈表示希望政治唔通影响旅游。也是一个善意的吃出啦，蛮好，至少两岸的关系可以有一点缓和的氛围。但是要看我们台湾这边的政府是不是能够也再往前跨一步。毕竟旅行团如果是到马祖、金门，对本岛的这种观光产值的注意并没有很明显。虽然说是11长假，但是因为有两三天的台风，所以实际上来的旅客还并没有那么多。那如果说是非常大量的话，那我们可能审核的方式跟标准可能会有一些放宽或者是调整这样子，但是目前还是要看人数多寡。金门虽然迎来中国游客，不过对台文武恐吓也无停。国防部初5公布，过去24点钟正式共击13架次，其中8架次飞过海峡中线甲进入西南攻击。另外，共南3架次继续伫台海式空域活动。国军运用任务机南甲反艇飞弹系统严密监控甲应变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日本首相伊西巴西介入昨伫国会众议院发表上任了后的头摆施政演说。伊是公布5大方针，包括新经济方案，各外交上要继续深化甲南韩、美国的合作关系。伊也以乌克兰状况为例，警示面对中国、罗西亚甲北韩的威胁，日本应该强化军事防卫能力。日本首相石破茂初时伫国会众议院发表就任了后第一场施政演说，伊公布5大治国方针。外交上是讲到美日韩的同盟关系，以及甲中国、罗西亚参北韩的对立现状。伊以乌克兰甲中东战事为例，经过外界国际社会都面临分裂的现状。今日のウクライナは明日の東アジアかもしれない。そのような不安を多くの方々が抱いております。なぜウクライナにおいて抑止力が効かなかったのか。私は強い思いを持っております。中東情勢なども相まって
国際社会は分断と対立が進んでいます。赵普摩伫选举期间提出建立亚洲北约体系，并无出现伫演说中。那伫外交议题上，赵普摩承诺会继续制裁罗西亚，佮援助乌克兰，也强调会深化美国甲南韩的合作关系，也讲到中国想要单方面改变东海甲南海现状，以及日的合同拄到涉及的事件，强调日本会采取行动，伫所有的层面甲中国保持建设性的对话。我が国として主張すべきは主張し、責任ある行動を強く求めつつ、諸懸案を含め対話を行い、共通の諸課題については協力する。建設的かつ安定的な関係を日中双方の努力で構築していきます。伫内政方面，赵普摩表示会提出新经济方案，协助民生脱离通货紧缩，佮解决出生率落败难题。赵普摩初就任，民调只有50%左右，创下2002年以来的新低点。伊宣布解散国会，提前选举大选，遭到在野党批评，向公做代志。二次大选结果也会检验赵普摩团队的民意信任度。公司新闻周小芬编译。今年将为注意台语客语汉诗吟唱赛，伫咧今仔日下晡举办。这个汉诗吟唱赛行到第4届，今年是头摆扩大参赛对象，为只有高中级学生通参加，增加到大专院校学生也通报名，希望加强传承母语的力量。淡江引景去临流，洗尽凡尘木月游。用台语本金诗，每一个字发音拢爱清楚。伊是今年第4届奖为最台语汉诗吟唱赛冠军。评审老师讲，金诗评分有3大重点，就是价值、音调、甲服装仪容。当然是南腔北调吼，南腔北调无啥共款，吼，是异曲同工，袂使讲咱唱歌戏，毋是安尼。咱金诗吼，伊会抑扬顿挫。推广台语客语的吟唱艺术。民间团体合作举办将为注意台语客语汉诗吟唱比赛，今年行到第4届。前几届限定高中级学生参加，今年头摆扩大范围，加入大专院校学生参与，增加母语的推广效果。咱母语要传承这件代志，上介好的办法，就是讲咱逐个人会使欢喜愿意去开嘴讲。欢喜讲。嗱，即摆人带嚟增加的像咱即时咱的笋啊吼，台语来讲，台语以外，起歌严重，语言是一个文化的基调吼，语言若断线去吼，你文化紧就无去啊。2019年开始，政府实施国家语言发展法，希望为政策面推动母语发展。民间团体讲，母语复振除了爱政府的政策，民间的贡献也有必要。今年扩大报名资格推广母语，希望文雅的母语艺术通长久传传。记者郭明玉凯台北报道。长期推广台语的关怀本教基金会，伫咧台语文创营园区举办李金花颜圣德的联合诗画展，用诗人李金花的台语诗搭配颜圣德的画作来推广台语文学。因那文化部长李婉也到现场，伊讲文化部会继续支持为艺术、文学、电影、歌剧这寡方面来推广台语。诗人李金花写的台语诗，佮搭配艺术家颜圣德的图画，计共33百个诗画创作，即阵当伫咧台语文创意园区展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呈现出特殊的意境来推广台语。台语要推广。唔是干那靠意识形态啦，咱需要靠足济方式，譬如讲甲图来配合，甲歌来配合，有各种形式，互大家介意这个物件。用台语来将咱真济地方的代志、咱的感情、咱的价值、咱各种的故事，用诗句来展现。我想这是咱本土语言文化真好的一个表现。
这边的展览也特别邀请文化部长李婉来参加开幕的仪式。李婉表示，20-30年前台语互人认为是较无水准的，但是即阵已经无同，大家拼死要甲台语讲倒转来。虽讲台语无专门负责的单位，但是文化部会尽力支持台语的推广。刚才台语我没有专责单位，文化部即嘛就是讲对台语开始做推广，是不是爱做做园区无一定，因为推广语言对我来讲是讲变成艺术作品是上重要，像这款诗啊，还是讲画啊、画图啊，还是讲电影啊、文学作品，对我来讲是讲这款推广是永远留下来的。李婉嘛讲到，在过去华语霸权的政策之下，互台湾其他的语言流失严重。无论是台湾客语、台湾原住民语、台湾台语，每一种语言拢是平等的。伊也认为用艺术创作的方式会当开展语言的推广，就亲像这边的展览，用艺术作品呈现台语的优雅甲水气，和本土语言的文化会当代代传。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全台湾有超过3万间公庙，面对主要的现象老化，佮有社会对公庙顶头有无好的刻板印象，公庙的文化传承即马是拄着困难。即马就有一阵少年庙公透过网络分创，希望会当互民众，尤其是少年辈，拍破对庙市无好的刻板印象。因暗7点半，公司台语台青春咱的帮，带大家来看这阵少年庙公的创意。顶头对新兵出巡示警，拍锣讲鼓，便若是名师庙会庆典一个到，街头行会就闹热滚滚。不过，这传统的宗教文化，对时代演变已经渐渐无受少年人的关注。今摆的少年家对宗教文化，我是感觉吼，拢无爱信。阮自细汉就是出来咧拜神，阮就对咧拜安尼尔，无讲真正去感应，无就是感受这个宗教互阮的力量。在全球进入 AI 新的时代，要安怎让少年辈重新来明白已经流传真久的宗教文化，对新世代的少年庙公来讲，是一个真大考验。咱的这个道教一定爱创新，我用魔术表演的方式去跟他吸引他的目光。因为我看外国的论文啊，有写过，然后说他们是参考关落音的方式去做 VR 的。为了对时代会着。少年人开始有创新的概念甲做法，虽然是踏出改变的头一步，不过嘛，就要思考安怎让时代嘛会当接受。其实我咧做这个代志的时候，当然嘛是要和顶代沟通甲磨合啦，因为较早因无这个物件嘛。这个文化伫咱遮嘛算讲200-300年啊，所以咱用囡仔较听有的方式来甲因分享咱这文化。起码传统的物件甲现代物件做结合嘛，老去陪看，少年人看拢介意，我感觉讲，这个公庙文化是毋是有做改变啊？这阵公庙接班人，甲新的元素结合伫个传统文化内底，叫出更较多元的信仰模式，运用新世代语言，带领少年人愿意加入公庙，产生兴趣，互历史已经真久长的台湾信仰文化，会当以新的面貌继续流传落去。记者综合报道。落尾明仔载天气如何？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天气资料。北部地区24度到32度，中部地区24度到32度，南部地区24度到32度。东部地区25度到31度，外岛地区24度到31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